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7，旧历的2月初5，礼拜3。新闻一开始，悲伤遗憾的消息：苏花公路第9线115公里东澳的路段，昨下晡4点外发生着游览车弄山的严重的车祸，6个人死亡，39个人轻重伤。因全部拢是新北市新店复兴里的里民，大家招团到花莲耍2天1暝，伫咧回程的时阵发生着意外。那这个车头弄甲总毁掉，车身倒边的后壁嘛弄出一大坑。驾驶讲，因为打无档啊，才会去弄山。游览车的玻璃弄甲碎糊糊，规个车头拢冒起，车身倒边的后壁搁破一个坑，伊也全部拢变形。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无用试试。受伤的乘客无法度振动，倒伫路边等救援人员到指挥。16号下晡4点半，游览车伫第9线苏花公路115公里处弄到山壁，车顶45个人大部分是新北新店复兴里的里民，去花莲佚佗，煞拄到意外。转3下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还是那里，然后我们放一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哎，司机怎么这不对劲？对，就我们就问司机怎么这样开车，踩不到刹车，系啊，无档啊就对啊，无档啊。游览车驾驶讲是档啊失灵，不过工会理事长有无同的看法。那个路段的话是比较属于下坡型，而且是个转弯路段，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上，在驾驶的行为上可能会比较偏重。相关单位嘛重新登去现场收集证据，找出车祸真正的原因。